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我哋 SysSpark，我會用守護者。工人去工地開工啦，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平平安安翻屋企。我哋 SysSpark 係有一個守護者嘅角色去協助工地更加安全。今次我哋獲獎嘅系統咧就係智慧工地安全系統，整合咗唔同嘅 AI 啦、物聯網、Cloud Analysis 嘅運算，協助工地喺個安全管理上邊提升佢哋嘅安全監控效率啊，同埋保障工人嘅健康同埋安全。機械咧其實就喺工地上面咧係無可避免。我哋有一個防撞系統咧，就係通過用 AI 啦，有人去靠近個機械嗰陣時，個機械操作員會知道佢附近咧有工人喺度，咁就可以避免到意外嘅發生。我哋有我哋嘅智能手錶啦，實時可以睇到工人佢嘅身體狀況啦，可以偵測到佢而家個位置喺邊度啊，同埋佢嘅身體有啲咩問題啦。咁另外，如果工人佢真係好唔舒服或者有啲乜嘢問題需要協助，佢亦都可以透過智能手錶咧發出呢個 SOS 嘅求救。我相信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技術喺度啦。咁政府亦都好支持，咁所以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創新嘅產品喺裏邊啦，咁去幫助到改善意外啦。當中都唔係好順利嘅，一開始公司嘅同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宣傳啊、教育啊，令到工人知道系統唔係我哋監控佢哋，係我哋幫助佢哋。得獎感受首先真係要多謝大會啦，多謝政府啦，多謝建造業議會啦，俾咗咁多唔同嘅支持啦，好希望可以通過唔同嘅 technology 幫我哋建築工地咧，即係一個數字化轉型，提升工地嘅安全水平，令到我哋香港創科更加努力啦，同埋喺世界度發光發亮。